我们大家都知道啊，现实中很多人呢，为了来美国、留在美国是不择手段。你说一个人为了留在美国，他能多么的丧心病狂？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我就看了一个事儿啊，这个事儿在美国华人中间宣传的非常广，简直太可怕了。有同胞或者说有华人说，居然为了留在美国，教唆他人去把别人撞成残疾，这样就可以留在美国。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啊？是来自于一个华人的群，但幸好是被有些可能看不下去的人给截图发出来了。就是说，美国法律有这么一个漏洞，比如说你把别人搞成残疾了，你开车把别人撞成残疾了，那么呢，只要他没死，那其实这个不算刑事犯罪，对吧？这个算民事犯罪，你就要赔偿别人。然后呢，因为你要负责他的终身的生活，那么你就会被转成绿卡。然后你一旦被转成绿卡以后呢，那你不就有合法身份了吗？对不对？因为你要负责他以后的生活啊，你不可能黑着呀。那等你拿到绿卡4年零7个月以后，你就可以自动的变成美国公民啊。但是人家还在里面温馨提示了，不要把对方撞死，把对方撞死你要坐牢的啊，力度和角度一定要掌握好啊，无独有偶啊。你看啊，有没有人这么干过呢？据群里的有关人士说，有人这么干过，还成过，而且很多人这么干过啊！而且呢，在加州之前就出现过这么一件事儿。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啊？就是说，加州啊，一个华人在晨跑的时候被一个黎巴嫩籍的男子给撞死了。然后给撞死以后呢，这个黎巴嫩男子就被抓了。其实他当时呢，就是个非法移民啊，快要到期了，要被递解出境了。但是呢，他就想把这个人撞残，然后撞残以后呢，我就通过这个方式拿绿卡。然后留在美国。那很多人说，那他这种东西得不偿失啊，你还得养别人一辈子，对不对？那养别人，他就说自己没钱，他就说自己没办法啊。那最终他不就不用付这笔钱了吗？因为美国呢，你说他没钱，你怎么办呢？他现金收入你也侦测不到，你就没有任何的办法。所以说这种事儿啊，是说实在的，让我非常的恶心啊。让我觉得，就现在的有些人，现在的有些非法移民啊，已经为了留在美国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。那么我们都知道，大量的华人为了干这些事儿，他有多恶心。我见过卖人的，我说卖人不是说把这个人的器官卖了啊，在美国不允许买卖器官啊，这个管得非常严。他是干嘛吗？他就是专门做生意，让中国的那些离了婚的那些大龄的女的，或者那些想来美国的女的，跟美国这边的老头结婚啊。而且呢，我就专门知道现在有很多 UP 主就在干这个事儿，包括有很多 UP 主就是他经过一些非法的途径来了美国结婚啊，或者是怎么样啊，嫁个老头啊，或者是怎么样啊，来到美国以后呢，他就开始怂恿别人不这么干。其实这种人也特别恶心。很多人说，那张司令，那你的底就干净吗？这个你说的没错啊，我是亲属移民啊，是因为我父母申请的我来的。我父母呢是工作签证转的绿卡，知道吧？所以说我们全家都是合情合理合法。其实不合法吧你也无所谓啊，你不合法我也理解啊，你为了一个身份，但是说你专门去干那种害人的事儿，就让人非常恶心了。而且最后他还加了一句什么话，你们知道吗？他最后还加了一句，说是一定要撞美国籍的美国公民，因为美国公民有保障啊，你只要把美国公民给撞残了，对不对？这样子的话呢，你就能通过他拿到绿卡，而且不要把人撞死。那反正是把人撞残了以后，你也不用赔偿嘛，你就说我没钱，他能把你怎么样？所以说我真的没有想到华人圈怎么变成这样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我说华人是为了让你们看视频的这帮人心里舒服。其实这些是不是华人呢？他没有绿卡，他怎么会是华人呢？他就是现在国内来的这帮人呗。